在此。你夠本事，過獎啦。 70-80行都揾過，認真好事點會咁奇異？10歲啦，我老夫子， Yes， 碰下跳下冇因住， I see， 一向做人都死搏，故此不會日日食番薯。得嘅，世界上有陣時做咗事，問勝負未曾知，一味努力加衝勁，人生特別易。老夫子，在此我要有你咁本事，意思，只要搏命肯死拼，我敢包你日日食鮑魚。一言兩話，你每日去做人盡咗力，樣樣是憑良知，艱苦冇畏懼心不愧，人生樣樣易。個個要學老夫子， Thank you，要似佢咁有本事。得支持，70-80行都肯拼，咁樣梗會萬樣自皆。